女艺人小甜甜进前和这个宋玉民教会指控讲私生活有真大的状况，所以讲新戏的角色煞互换掉，引起全教友纷纷的讨论这个教会内幕。风波已经拖到即马，宋玉民再去开记者会回应这个风波，并且讲到对不起所有受到伤害的人。伫现场各种会室咧，也过无接受媒体伫甲问，因某陈慧玲伫边啊拢无讲话。 究竟为最近惹出来风波会室咧，美十外天艺人宋一鸣总算带伊太太陈慧玲召开记者会来背回各种前教友的指控。绝非有心人士所陈述的那样，这绝对不是事实。强调对教友起卡动手、强迫奉献的代志，全部拢是无影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强迫任何弟兄姐妹来做分期奉献。至于在奉献袋上写上名字， 是为了让大家不被看见金额的多寡。不过记者会前一天，前教友王瑞玲阁也了，讲互教会赶出去的教友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进入教会开始拢有固定奉献，或者是伫一个月内提出5位数到7位数的数字。所以宋一鸣今仔刚伫旧堂开记者会，因为遐除了宋一鸣所讲的定奉献6000万以下舞台和影音设备，其他啥拢无，真正奉献的证据都是新堂。扩堂的新堂是租的，绝非外界谣传由 教友奉献购买。伊嘛讲到，花莲太鲁阁事件，毋是外界所传的，为了提悬地位做假见证。哀痛的样子，仍清楚在我的脑海中。我不希望任何人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 讲到一半，家庭嘛后甜，边仔太太陈慧玲全程拢无讲话，伫边仔流目屎。宋一鸣嘛当场甲太太回失咧，嘛毋知影前教友敢会相信因的目屎。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